含同客家话地图嘅意思係行落背係準橋，因為有大埔行、福建米行、阿麥行三條準橋流過夜嘅地方，故所名學到三行。日本人來到三行路嘅，為了太高燒嘅一個當特別嘅點心牛汶水。用糯米磨成米漿，然後再把它拖乾水，就變成粿脆。粿脆這攪拌以後，然後就把它揉成湯圓一樣，揉圓之後壓扁，然後中間再弄一個凹陷。以前有聽過這個故事嗎？牛汶水的故事？我現在才知道這個。那就是你說你以前吃過，那以前吃的也是中間有一個洞嗎？好像沒有，就只是泡在薑汁裡面這樣。哦。對，這是我們以前客家人耕田休息吃的點心，是老點心了。對，薑汁比較少，對不對哈？它就好像這樣浮起來，有沒有？就好像牛露出背後那種感覺。有沒有？這樣子的。所以才叫做牛汶水。三行路嘅唔單止有當江嘅景色，更有當好食嘅客家點心。觀眾朋友投票了嘅時節，都得來了一下哦。以上係大麵團、李血麵、喜樹兒同三行嘅報道。